有錢係咪真係大晒呢？嚇？一場富豪婚宴引起世界各地議論紛紛。所講及嘅呢嚇就係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同未婚妻桑齊士喺威尼斯舉行嘅世紀婚禮啦。直至到2025年，今年61歲嘅貝索斯身家大約係有1900億美金，係全世界最有錢嘅人之一，亦都多次排行喺榜首嘅。今年56歲嘅未婚妻桑齊士咧都唔弱嘅。呢一位前電視新聞主播、Extra 娛樂記者、直升機飛行員亦都係航拍公司 Black Ops Aviation 嘅創辦人，係第一位建立女性主導嘅航拍製作公司。雖然冇官方嘅估值，但估計個人資產都過億嘅。呢一場婚禮有幾咁豪華呢？呢對新人喺意大利威尼斯舉行一場歷時3日嘅極盡奢華嘅婚禮盛典，吸引咗全球媒體嘅關注，被譽為今年最盛大嘅名人婚禮。首先喺6月24號星期二，兩個人就喺貝索斯價值5億美金嘅超級遊艇科魯號嗰度上邊舉行一個 foam party 泡泡派對，邀請親密好友參與呢一個海上嘅預熱活動。6月25號星期三呢對新人就坐私人嘅直升機降落威尼斯啦，入住位於大運河旁嘅著名7星級酒店安曼酒店。而當晚呢，就喺聖母奧托教堂修道院舉行歡迎晚宴，場地歷史悠久，氣氛當然就係浪漫莊嚴啦。6月26同27號星期四、星期五正式嘅婚禮嘅典禮就喺大聖喬治島上邊嘅喬治尼基金會，又或者係綠劇院嗰度舉行嘅。婚禮傳出咧係由意大利著名男高音馬提奧波切尼現場獻唱。6月28號星期六，婚禮最後就以一場盛大嘅晚宴作結，地點就揀選咗喺阿仙拿造船廠，即係威尼斯古代軍火庫嘅遺址。當晚係採取堡壘式嘅保安，所有外人都唔可以靠近嘅，成條水路全線封鎖，淨係限持有邀請證嘅人士入去嘅啫。賓客陣容係當然好鼎盛啦嚇，客人大約有200至250個左右啦，包括科技界、政界、娛樂圈多位巨星Leonardo DiCaprio、Bill Gates、Oprah Winfrey、Kim Kardashian、Ivanka Trump、Mike Jagger、Lady Gaga、Katy Perry 等等。場內係動用咗90幾架私人飛機，超過30隻水上的士同埋幾十部嘅接駁遊艇接送賓客，可以話係一個水上嘅禮車陣啊！桑齊士據悉喺3日之內真係做新娘梗要換好多衫噶啦，就會換超過27套高級定製嘅禮服，包括啲乜嘢呢？杜嘉班納、華倫天奴、奧斯卡、德拉倫卡等等嘅作品。整體嘅造型呢，就由 Vogue 嘅總編輯安娜溫圖爾主理嘅添。婚禮嘅總花費估計係超過4000萬歐元，即係5000萬美金啦。部分消息更加話去到6000萬美金嘅添。賓客都話你哋唔使送禮㗎啦，你咁有錢，你送啲乜嘢俾人啦？係咪啊？就叫大家咧，你不如捐款支持威尼斯文化遺產保育及海洋保護啊！貝索斯自己呢都捐咗高達幾百萬嘅歐元俾當地嘅機構嘅。婚禮超過90%嘅物資都係威尼斯本地供應商供應嘅，包括穆拉諾玻璃、傳統嘅糕點同手工藝嘅產品，展現咗在地融合嘅呢個概念。威尼斯市長同州長認為估計呢一次婚禮會為當地帶動多達2000到4800萬歐羅嘅收入，包括旅遊、交通、防務安排等等，亦都強調防疫安全措施就齊備嘅啦。婚禮安排都係200零個人啫，係易於控制嘅，唔會好嚴重影響到市民嘅生活嘅。雖然係咁講但係當地嘅人民同埋團體反對嘅聲音都仍然好大嘅。好多市民團體就話呢場婚禮凸顯咗啲乜嘢就係當地日益嚴重嘅貧富懸殊問題。
唔少居民話，威尼斯已經咧越嚟越唔似係一個俾市民生活嘅城市嚟㗎啦，變成係一個有錢人玩樂嘅舞台。因為真係有唔少有錢人喺嗰度咧舉行一啲盛大嘅婚禮啊、宴會啊等等嘅。婚禮期間，當局係封鎖咗啲重要街道、水道同埋建築，居民批評城市空間竟然俾私人去租用。甚至係形容咧，我哋生活嘅城市竟然係要為咗億萬富豪嚟讓路啊！嗱，當地嘅行政組織有一個叫做咧係No Space for 貝索斯冇空間俾佢呢度冇地方俾佢呢度要懸掛啲橫額嚟抗議。歐洲多個環保團體咧就指出呢場婚禮係涉及好大量嘅碳排放嘅。包括動用超過90架私人飛機同埋幾十艘遊艇、直升機咁。英美唔少嘅地方嘅評論都話呢個婚禮係一個不知節制嘅炫富，反映少數超級富豪可以隨心所欲去控制城市空間。亦都有報章嘅社論係直言話，當全球幾億人因為生活成本掙扎嘅時候，有人將一座城市變成私人嘅婚禮會場，呢啲唔係浪漫係社會嘅荒誕。嚟自印度、巴西等等國家嘅網民就話冇辦法理解點解一場婚禮要動用咁多嘅社會資源，認為呢個就係極度嘅消費，唔應該係推崇。亦都有聲音批評媒體過度渲染會對年輕人產生婚禮就等於奢華先至係浪漫嘅呢種錯誤嘅觀念同印象。企喺道德高地去講呢番説話永遠都係啱嘅，好難挑戰話你唔啱嘅。不過想深一層人哋有錢的確可以中意點用都得嘅。炫耀財富，我同意唔係一個值得鼓勵嘅行為但係你又唔係當事人，你點知道佢咁樣做嘅目的真係要嚟炫耀財富呢？就好似香港都有唔少嘅大型慈善團體做一啲大型嘅籌款嘅時候啲主席啲總理都會出嚟捐錢嘅，贊助啲藝人表演甚至係捐錢贊助自己去表演咁。呢啲行為都有人覺得都係炫富嘅行為嘅一種。咁但係如果呢啲行為的確係能夠帶嚟善款，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咁由得佢哋炫耀下啦。至於你話破壞環境啦，咁只要做足碳底償嘅工作，都唔係唔可以彌補嘅。重要嘅時刻，無論你有錢又好，冇錢又好好自然嘅都可能希望做一啲特別嘅嘢嚟留住呢一刻嘅記憶。只不過唔同嘅人士、唔同嘅背景，大家有唔同嘅資源嘅考慮，都會有唔同嘅留下呢一刻嘅方法咁解嘅啫。我反而覺得咁高調嘅一個婚禮真係唔知道係好定係壞就真。婚姻本來就一生一世嘅應該就係一世人一次嘅啫。但係目前社會嘅離婚率都相當之高嘅。你嘅婚禮搞到咁大，他日離婚嘅時候，大家對於呢一幕豪華嘅場面就仍然係記得起，勾翻起上嚟，會唔會即係有啲尷尬一啲啦？唔知道係咪值得啦？話說回來佢哋兩個人都曾經結過婚嘅，大約喺2018年底相識嘅。當時桑齊士就係貝索斯嘅朋友 Patrick Wiesel 嘅太太。Patrick Wiesel 係邊個呢？係一個好出名嘅荷里活經紀人嚟㗎。貝索斯宣布離婚之後，外媒就披露佢同桑齊士喺度交往，兩人就隨後公開佢哋嘅戀情，當時都引起咗一番嘅熱議㗎啦。貝索斯同佢嘅前妻麥肯齊史考特嘅婚姻就喺2019年結束嘅。離婚之後就獲得大約係4% 嘅亞馬遜股份，成為咗全球最富有嘅女性之一。桑齊士同佢嘅前夫 Patrick Wiesel 都係差唔多喺同一年離婚嘅。喺呢段婚姻之前桑齊士都曾經同一位前任嘅美式足球員交往過，仲生咗一名嘅長子嘅添。或者呢啲就係人生啦。大家認為坊間對於呢個極度奢華婚禮派對覺得咁反感，除咗一啲道德甚至係環保角度嘅批評之外有冇少少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嘅感覺呢？又或者你同我都會唔會有少許仇富嘅基因呢？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交流。